各位电视機頭前的觀眾朋友，大家好，歡迎大家準時收看《福起來咧》，我係鍾意權阿權妹。今日嘅節目當中，我同大家來分享一個同大自然嘅東西。怎麼解可以按到大自然嘅東西呢？其實佢係捧糖。唔過可能大家就會知道，呀，既然到野外就既然東西會看到野捧嘅，大家按樣板去了解到，原來捧糖係用嘅採出來嘅，韓國捧嘅家頭嘅生發方式又係樣板咯。今日嘅節目當中就要來同大家來分享吼，第一新竹竹北時期，你就做啲戲劇片，看到一貴嘅捧糖產出嘅方法，韓國也捧嘅生存嘅方式咯。今日嘅節目當中，同歡喜邀請到對竹北來嘅來分享，王偉祖王太哥分享。大家好，我係王偉祖，我係新竹來嘅，今日同歡喜來到呢一邊聊。歡迎王太哥來到節目當中吼，同大家來分享。不過一開始就會先同大家來講一下，其實亞到烏卡學捧嘅，做捧糖都也下竟然係第三代嘅，係對阿公時期就開始嘅。我烏卡最先係愛加工去學捧嘅，以後來全部愛媽媽，你也都愛，讓愛老太兩沙強下。哦，第三代是錯嘅啊，那這樣子，因為到亞下竟然到第三代嘅，可能因為時代嘅進步、時代嘅改變，經營方式聽說會有一些嘅冇強用。冇，你也冇卡冇強用嚟啦。哦，應該都冇強用。以前是自己個燙下，不用幾罐捧糖，開始夾壁拎沙，讓你自己嘅朋友過來買聽，你也是種的啦。你也你會有乜講去做廣告，會上網，不要喺在養地，你有倆東西好賣。故說還係有一些嘅行銷方式嘅改變，不過冇變嘅就係烏卡親傳統嘅，就會堅持愛產出親切，韓國有親最真的按用嘅捧糖，同冇？就係亞的烏卡嘅理念。我愛你下，愛食講佢很有菜啊！愛凊彩做，叫人拿煮來講，來打愛。嗰個加工一下係會來監督你就對了，係會 content 就錯嘅，總唔得老烏卡嘅扛棒大發一睇。對，嗰時候按用嘅產業一下雖然當人更辛苦，越來越少人做嘅，不過人家就係堅持到一下第三代，韓國希望做得推廣出去，本大家就啲。古時候，啲竹北時期就有按用嘅一個慣常，做得本大家去親身去看。對，那韓國節目當中沒有來同大家來分享吼，其實呀，捧嘅啊，佢係一咧，我知道上係一咧動奇妙嘅一種昆蟲。對，古時候節目當中吼，廣西農民呢就要來同大家來分享有關捧嘅家到生態當神奇嘅一件事情，大家都得先談看哦。所以呀，採捧糖嘅捧嘅係公嘅，也係馬嘅咯。我先分享一下我自己嘅想法，因為愛去採捧糖就聽說係當辛苦啊，很粗活啊，當蟲嘅事啊，嗰種聽說係死來去做啊。唔過，因為我靠大家嘅自己先做一下功課，但我好像唔係按用哦。唔係哦，佢係什麼嘢去做事？佢以前哦，大家講佢工坊啊，大家佢講談到康久嘅嗰種講去做事，通通係講嘅，冇錯哦。佢係冇被做事，通通係賣哦。哈，就像人家看到嘅相片，嗰邊嘅相片看到嘅按到嘅雜雜嘅捧嘅，全部就係賣嘅，唔係講嘅。冇，所以採捧糖嘅全部就係賣嘅。你有冇按呢？喏，依個講嘅都係做乜嘅喏？講嘅佢唔做事。哈，佢打佢時間，前台行時間，佢唔做事，佢時間佢是貴人時間學。按用就好誒，其實是愛食東西，傳宗接代，按用就好誒。做事全部就係買。係啊。哈，唔過按用咁奇怪呢？睇下我想講，上去懂了解也就捧嘅嘅生態，喺講上去了解嘅法。王太講也就幾片，係唔係要做得生農教育，做得本大家去體驗去學習。我哋要開放，點解店面後背，我要開放而家會所，介意。做啲大嘢，不卡濟生意對大家聊，我是話讓你講，我都要用乜血捧啊，跟捧啊，幾個用乜看，
哦，我天气好的时间，我还有做咧搞碰头不易看。像他看到的，就是蜜蜂的这个是去菜蓬筒的用的，对不对？这是蜂箱。嘿，就会都给片小蓬诶。我平时哦，我就小蓬哦，是伫个下青山地步啊，甲当年哦，是当中印象上小蓬的都在做埋线哦，故意看抖音啊。不过安用就做的应该讲你老其中伊咧碰上带到做白来，不太敢看。系啊。哦，韩国唐贡要这样子的一个行长懂苏豆粉样哦。动抖音来对不对？王美都喜欢去拍照，对不对？啊，王美唔会动镜棚的嘿，啊哈哈有蜜蜂，我安有无？水线类啊，大家是会动镜，因为记得镜我嘛，我落那边看，我不应该碰到钓到嘛，动因为镜。不过道理下吼，还冇因不应该碰到钓到啦。哦，你第一个碰到去用蛮贵哦，跟一个是会看到吼。你是会滴，佢唔会凊彩钓鱼。你碰到钓鱼，佢一个佢嘛会死的。会死的，因为夹个那个屁股的针有没有？就一挤听听，佢迄砸动你，佢就会死的，它会老虫的就来出来，对不对？这个硬有谈过。古时候迄讲上爱去了解啊，碰的家着个生态，韩国也碰到很用的菜出来，个厝体做得去啊，湿气地度去做白湿气去，看下着生态以外，还做得买动到碰同嘅产品哦。今日节目当中就爱来同大家来小结，像今日带来3种碰同，可能大家就会想讲，3种碰同送来查到哪一片嘅，最有冇按紧，送来按样板色，将色嚟当嚟去架清好色嘅碰同，今日王太哥就要来教大家哦，按样板去套适合去架口味嘅碰同，对不对？去架好色嘅碰同。你来那边聊，还是碰通，还是通通拿出来不给取看，可能一个好是那种。关于碰了去清冇共用的法吼，去手做来通，该梅是冇共用。当然吼，佢是第一个牛眼通天。牛眼通佢是系下会结沙。哦，牛眼通，俩个。佢是下从了上下荔枝，其实下会结沙，甲以前的你去地哦，这是荔枝。去看到去讲了碰到白体种些雪。哦，因为带下有看到有结晶，碰同嘅结晶。也系菌冲的哦，你嘛做咗雪咯。哦，我哋因为像阿布卡就有一根吼，碰同几根呢？唔过鸦片按到全部就结晶诶。唔过这个结晶系同其低度嘅营养素同成分有关系。碰通地表有冻膏的，不该葡萄糖哦。葡萄糖去膏的是些技术会酿造强下，本技术变人家结沙应用的，佢冇白体，佢本来是白应用的。因为葡萄糖嘅含量冇强用，像刚刚讲嘅荔枝夹嘅碰糖，它的葡萄糖就成分比较高。去下高。故说还有可能会有结晶按用嘅状况出现。除咗有牛眼、荔枝，还有那个一类很多百花蜜。百花蜜呀，就懂奇怪了。百花蜜一般人会讲去吃那个什么哈公夹、咸丰草，对不对？佢个花哦，动作种，上个牛眼通系我哋去台南迄个介绍收的，叫个动态片的，该种个牛眼种个荔枝，个碰到老人强用，我出家门后是有发做迄种手，一直手跟牛眼通手你就唔会比到青颜嘅素材去设其他嘅咩安样。像我百花蜜是系我了转到我一家武汉做个新做，甲发是动作种，像个下工价会下到，系个下工价去下会上的动态片。哦，古时候不卡黑不会全部就会下工夹。用吃眼碰嘅去菜嘅法咩，就系下工夹嘅法咩。大家冇同时间收个百花蜜哈，蜜系就该会老起的 set 是冇共用的。但是佢係青吃眼嘅，碰嘅佢起價去攞杯，看到嘛該發佢就菜嘛該發轉來。古時候佢嘅蜂蜜應該講，這有點像是去
做新的米线嘅冲刺嘅感觉，一种实验的感觉。因为他说到今年亚洲世界嘅百花米系按用嘅米水，可能你明年再个来说又系冇用嘅米线，好酷哦！这有种惊喜包的感觉。那像是牛眼梅啦、栗子梅，它就是比较有它独特的味道。龙眼就是牛眼跟米线下冲。该每老嘢食下差共用，你今年老共用下，就差唔多。冇上该百花米嘅变化下太。哦，古时候大家就做得只有自家嘅口味来讨适合你自家嘅烹调哦。先休息一下，等下做到节目当中再跟同大家来分享。好，我让大家又轉到福起來咧，我係鍾意權阿權妹。今日節目當中，我要同大家來分享捧嘅，還個捧糖。今日要同大家來分享到3種一般當接看到嘅捧糖嘅口味，有呀牛眼捧糖，還個栗子捧糖，還個白花嘅捧糖，白花嘅捧糖。呀3種捧糖，大家可能做得用自家鍾意哪種口味，就去凸顯適合自家嘅口味。唔過今日節目當中，除咗愛同大家來分享捧糖嘅好米線以外，咪愛同大家來分享知識咯。除咗剛剛有講到呀捧糖會結晶，這個結晶它係好正常嘅現象，佢唔係壞嘅，佢係正常嘅現象。除咗也愛同大家來分享以外，那我咧啊就係有人講，葉公唔愛食捧糖，嗰時候愛看呀捧糖係真係愛解，就看葉公係咪會去食，咁樣就做得看出來。也係正確嘅觀念，也係唔正確嘅觀念嘛。係錯嘅，唔錯嘅觀念。哦，用版講。今日該捧糖哦，以下凍釀。啊。今日哦，幾時捧糖嘅時候要為本，該捧糖釀到這種體。哦。哦，嗰時候佢會犧牲冇，佢係係會犧牲。唔過你捧糖，你要撒出來變下球咧，叫佢變到線嘅。嚇，水咁樣。係幾做嘅食咧。你食捧糖，你時候應該在為咗出場哦。我你要釀到個捧糖啲鬆白吼，你傳到嘢要做一些。難怪因為像阿母開嘅捧糖啊，佢底度係講有葉公真件照落去，佢會照唔出來，全部釀到底杯，佢就出唔來。啊，唔過老杯啊，可能人嘅蓋嘅蛋糕就打開一蓋嘅蛋糕有冇？就是鴉片。要到蔬菜，有時節會水水，可能有些些變質，也係講不用到太潮濕嘅蔬菜，跟住水水嘅捧糖啊，跟葉公就會去食咯。還個呀，帶下一徛咩有當到葉公嘅，真件烏卡嘅捧糖真件就會讀到愛用嘅情緒。對，嗰時候葉公還係會去食捧糖，不過佢食到當清期嘅捧糖，佢會有一些咧本件黏起嚟，因為呀捧糖太果誒，對不對？它會被黏住。該捧糖哦，該凍釀啊。佢係佢本身這個粘稠性，故時候呀，葉公其實還係會去食捧糖嘅哦。好，小知識時間結束，接下來又要來同大家來分享好米線哦。希望嘅好米線哦，係捧糖嘅選吃，因為呀，大家人就會講，多喝醋，因為它是鹼性的食物嘛，對身體有幫助，對不對？那像愛凍薑酸。清薑酸哎，因為上個哇完蛋了，因為是酸吃哎，很緊張。好，含有2種口味，而且兩筆。顯示題嘞嘿，這個是原味的，對不對？百花蜂蜜醋。百花蜂蜜醋，對，黑蘭自己開始分泌口水了，你知道嗎？好，來吃吃看吶。不會酸。為什麼？蒜香。不是，因為薑酸吃嘅米線係因為吞到後連過以後會有一種辣嘅感覺，就有種灼熱感。那種酸吃感就會有一些嘅薑。啊，係講我跳下大條嘅水有冇米線？故說我知道呀，捧糖嘅酸吃其實起來係有捧糖嘅味道，還係很清楚那個捧糖嘅米線。不過要吃到呀後連過唔會按用酸辣嘅感覺，為什麼？該凍到吼，俺倆做法佢凍簡單，佢是捧糖撈水，
还有该个橡木菌，该去做该除出来，其实冇皮的东西的，东你自家做的冇系，你买该冇自家买转来，其实东嘛有人讲刺喉啊，对，东该跟许多意思下5号，加5号，对，该俩吼，你许多东去起白水，好好喝哦。可能说，哟，咋按好选哦。哦，董后生，韩国除了也爆发嘅蜂蜜醋饮哦，还有那个也来口味很浪漫哦，叫做玫瑰。哎，试试看啊。哦，玫瑰的蜂蜜醋，俺枪有试过玫瑰的东西是那个什么玫瑰酿，它是用芒芽糖去煮嘅，它冇蒜米，不过也系有蒜米，系蒜吃来试看哦。好好喝嘅，哎，像煮到我最後，我就有批到嘅玫瑰花嘅香味，呀，玫瑰花咪係做得色的玫瑰花，做得是的，然後拿來做蜂蜜醋。該百花蜂蜜醋做好，個加掉該玫瑰花落去後，越下香。該凍到什麼許多最好吃的種。好浪漫的味道哦，剛剛有種。懂事寒夜天下豬頭啲海水，然後喝一杯蜂蜜醋，然後穿得很漂亮嘅嗰種感覺。嗰時候像安陽嘅想法，你很用辦會想到講，哎，老玫瑰冰到呀蜂蜜醋底杯嘅。該醋哈做出來啊，佢有該有蠻多發酵味哈。對。你撈掉該發落去哈，佢會下香下順口，誒，三用甜。原來係安呢，都有創意哦。不過吼呀，做呀的這個一級農業，我們講這個農產業其實都辛苦，除了已經開發出新的產品以外，還要有加入動到考試。比如講，除了有這個蜂蜜醋以外，還有呀麥酒，而且其實像這樣子啤酒，呀按到年冬流行人講嘅精釀啤酒。精釀啤酒就係可能冇用嘅酒廠，佢做出來嘅東西，米西就冇用，韓國可能連當年都冇用。像人哋沒有出這個蓬桶嘅秘魯，都好食咯。真的哦，唐貢董書都很樣哦。係啊。哦，還有人當年都會來買轉去。還是講你一般買一箱啦，你按該買轉去下便宜啲啊，你是當然你講來啦。韓國當年唐貢米西就冇用。誒。做乜嘅會冇用咯？當中面問問啊，我咋兩百時咧，然後我上擺買有點冇用。哈！我最基本嘅，我咧做嘅，該係碰通去做嘅。我當然收嘅碰通是冇用啦。哎呀，這呀，比如係用哪種碰通做嘅？百花還是荔枝還是龍眼？我種為本機該碰通梅下出來，我係用該龍眼面。我用用眼湯，我用係最貴嘅。哇，真嘅呢，用最貴嘅呢，用龍眼嘅碰糖來做精釀啤酒哦。哇！像你是該蜂酒啊，你大把時嘛係冇用啊。因為當年產出嘅葡萄冇用。哦，嗰時候也就係特別去請呀的配合嘅這個精釀啤酒廠，請呀的同呀的。該你愛請該啤酒廠去做，其實有該專門的釀酒師，其實會取該梅，其實會下挑選，佢會兩下多兩下少，佢會挑一下。唔會本幾種差動多，佢唔過還有兩差啦，唔會大白。出許多是共用的梅啦。嗰時候因為今日節目當中吼，冇做唔得把阿 Q 妹來指點一下，喺咩種嘅搶龍太高同太高來分享一下。亞德烏卡嘅這個蜂蜜的精釀啤酒，其實起來嘅米西太可以用版。我自己嘅想法係，我買碰通嘅，我上個嘅秘魯地位，該碰通嘅梅下出來下有香梅，下香甜。啊，麥酒跟米西就唔會按重，對不對？因為有的像是比較偏那種黑麥啤酒的，感覺米西就會動重，麥香就會很重。但有一些是比較淡的秘魯，喝起來它的那個花香味就會比較重。嗰時候也食起來係會較淡的口感。我咧係碰通梅下重，該有種下
是有另外学人讲，你俩摸酒的梅头啊，暗谈哦。不过有的老嘅普通嘅特色表现出来，故所有爱用嘅方式来做呀精酿啤酒，咪同大家来分享哦。除咗呀里面东西以外呀，普通咪做得拿来食，还个系用甜点嘅方式做出来。像这很有名，已经是非常大家都已经懂好食爱用嘅点心很久了，很多蜂蜜蛋糕。蜂蜜蛋糕咩係人家就 TPA 去請廠商來合作嘅。我只朋友去一個係啲個做個麵包佬蛋糕嘅，開始咱個碰通去，興起佬來做。哦，披起來那個蛋糕的味道就好香哦。你係不用盡嘅碰通嘅吼，佢碰通嘅梅是碳，是因為凍創淡淡的。因為你碰通去做的時，佢開那個高溫去烤嘛，佢嘅梅是會就去凍凍，你最後是該一點點嘅碰通梅田，你冇被雪到該凍香去烤。那個有，而且我分辨得出來，那一種係真正的普通嘅米線，那條係就是香精的普通米線，也還有一些咧。調味嘅飲料，可能是超商就買得到的那些調味的飲料，更有普通。我剛才吃起來吃的那個味道，其實有時候很可怕，那就是蜂蜜的香精的味道，發酵嘅米線。不過真正嘅普通吃起來，佢像有一些些的淡淡的香香嘅米線，甜甜淡淡的，按用章係真正的。韓國也雞卵糕，普通雞卵糕除了有黏味嘅以外，還有另外一種口味，對不對？還有，哪裡還有？做蛋糕，還有做麵包，還有麵包，哇！古時候呀，麵包嘅米絲好輕用版，休息一下，等下轉到節目當中，再過來同大家來分享哦。大家有陣到福起來咧，我係總一群阿群妹，今日節目當中愛同大家來分享吼膨糖除咗做得出家泡水色，還個做得做呀膨糖酸吃、膨糖米露，還個人家哈有同王太公下分享嘅，做得做呀好吃的蜂蜜蛋糕，用真正嘅膨糖來做嘅，除咗呀以外呀膨嘅還會產出嘅東西，除咗膨糖以外，還會產發粉，對不對？發粉嘅一粒嘅，呀發粉除咗做得出家食以外，還做得拿來做其他嘅運用哦，拿來做麵包，對不對？係。也係聽講係這個王太哥輕中意嘅產品哦。你也照進頭啊，是學了，懂我學了。真嘅哦，而且你看，也個膨糖低度是出家老麵團大胸下誒。發粉是撈個麵粉撈胸下。走在地位去嘞。它的口感比較偏是那種歐式的麵包，有一些嘞硬，但是又不是太硬，外硬內軟的這種口感。軟 Q 的。對，軟 Q 的，韓國唔會油，因為像有一些精緻的麵包是起了會可能奶油放比較多，但是完全沒有放奶油，因為它就是歐式的麵包嘛，完全冇用油。韓國低度有發粉，而且算是。加蠻多的哦，然後呀發粉加到麵包底度，所以呢，就是它的麵包本來歐式麵包就是吃比較健康的嘛，那再加發粉就含較空甜。不過像愛用嘅發粉，大家可能會覺得有一點點小懼怕，大家係唔係所有人都可以接受花粉？嗰啲發粉哦，佢下冇聽。伊個向梅下衝，對，佢有的人學下管，過去學係對你身體會動好。你講愛吃到不用都要麵包底度吃，你就唔會吃到那個不像直接吃花粉的味道那麼重。唔過你的麵包抽開以後，你嘅嘴面還係會吃到一點點花的香味。對，故說我吃到按用老發粉不用到麵包底度，算係一聰明嘅方式咯。你做出按用嘅方式，做得本體甲它做得來接觸發粉一樣東西。當然啦，學發粉其實唔係發粉係用慢些。最細嘛，吼，開始講，你直接學。用臀呢？唔講你做，
要造的啊。哦，干油做咧油干油呢，头呢，你就把份都不用落去。哦。要泡山，泡的山，泡的山。哦，迄安哟，古时候汉白迄讲睇噶，上爱是花粉嘅花，做得来泡牛奶，也系泡头奶哦。不过呀，膨糖吼，膨嘅除咗掺膨糖、花粉以外，还有另外以后咩阿球们眼有些系列讲嘅东西，很多蜂王奶、蜂王乳，蜂王乳，我们吃到跟米西实在是有一点可怕。过。睇过，你和老雅蜂王乳、花粉、含个膨糖这些东西全部结合做穷哈，变成一个抹酱。该你在讲啊，该碰呢，动已经敢学。怕怕的。该最方便的是，你捞碰糖啊，捞花粉，捞穷哈，啊最简单。该这个要做好调好的，该意是卖做饮食中用该当果酱。会爱面包这样功能性穷下去，还是好嘞。哦，黑公爱用给方案真的可以稍微想象它会好吃一点点。哦，真赢哦，因为那个比例有调整了，对不对？调整到一般太嘎都得加出这个蜂王乳味道的比例。碰呢是点甜啦，你真正爱吃该碰呢爱吃身体好的，最好是本来的。这个有点怕怕的。不过除了爱用嘅蜂王乳、花粉抹酱以外，还有另外一种哦，是膨糖同芝麻穷下嘅抹酱。该芝麻有多少有点糊糊的，该声音很好食。该伊拉碰糖该去做穷下食吼，其实会甜甜的。该芝麻吼，该雪体嘛，咁样最好嘅系钙钙水果。哦，钙质。冻果。还有对老人家讲，你平常食芝麻食下多，你的头脑会下。好，头脑冇会下糊。哦。开始食喺度冻好。古时候用按用嘅方式吼，普通加个米西清好，就做得老雅五买嘅米西咪做得带出来。不过除咗也以外吼，节目当中还会来同大家分享吼，普通除咗按的是以外，还做得拿来做料理。对，而且这个料理感觉很好吃哦，有很多蜜汁卤味。按用bản地烏卡，起家就做得做按用嘅蜜汁卤味呢。我哋烏卡最簡單。你有些做菜，你上要不用湯。我哋烏卡是不用該碰到啲。哦，好高成本哦。從愛嘛做了滷味的，就其實講頭油。捞掉碰通，其实按用冻很简单。你看到这上面的那个亮晶晶的耶，就是这个蜜汁的功劳吗？然后基本上让的会下好学咯。外皮甜甜，这样子普通爱不用几多啊？你还讲你捞一包按用起来？蛮是冻多啊，一点甜是啥嘞？不过看你自家啦，你上的是夏天，你是不用下多掉。好好吃哦！古时候是会老呀，膨糖取代一般的糖，就做的有按用的米西，很香。气嘎豆腐卡就做的气嘎粥，对。但是像这样子的卤味，其实有一点点可能没太嘎就上爱讲，这个好像有点复杂，没太嘎就不会做，可以不可以有它简单的料理方式？像你啊，天气行业，该柠檬伊有出来的，你是拿柠檬，切泡泡的，该用那碰糖去浸，变到变相地白。不用几久诶？最少会2个礼拜。1个礼拜。该讲拿出来吃的时候，你是该柠檬是上该东柠檬是有上该多少上该蜜饯，你是做去加血。古时候也是柠檬捞该碰糖捞出来加掉水落去，其实是现成的蜂蜜柠檬。不过吼，我头摆按用气嘎粥啊，我有一个问题，就开始起了冬腐，就不知道为什么吃起来这么苦。应该柠檬吼，你也应该无籽柠檬，其实它不会腐。古时候有盐呢会下腐，无盐呢就它不会腐。它用你泡辣椒，今晚会下腐。我泡1个礼拜，因为先前面有人搞这个糖渍柠檬，用糖来做，但是过一做用普通加个蜂蜜又冇共用了，营养成分又冇共用哦。懂我学了。对，除了呀这个
秘制柠檬以外，还有那个伊咧咩金水果的、金果子的，对不对？秘制番茄。哎，头马豆意思。生的头马豆。这是好的。对。我这是好的，该拿出来洗枪。该水为了出枪哦。要出枪哦，水要出走来。该意思那该牙签高跟皮子冻，该意思那该蜂蜜醋去浸。蜂蜜醋用蜂蜜醋去泡。去浸。哦，要浸几久？最少会3日。3日，安永是不是有一点点像那个什么冰酿番茄那种？你可以用麦叶去制的，然后这个是用蜂蜜醋，咩去酸酸嘅米稀。有当然还有含其实。头发都是烫好去皮来棒棒，该那个是摸棒啦，该是那个是冻只空出来吼。本地糯米安用就好诶。哦，原来係安用，其實安用就當簡單，你像油壓膨脹，也係講膨脹嘅酸質，你就做得做動多種無同樣嘅東西。唔過我相信也咩係，就是黃太哥，你去甲想出來，希望提供大家本大家做得含卡利用膨脹含卡多啲位。唔過節目當中吼，根本你同大家分享都係好食嘅東西，其實學膨嘅係真辛苦嘅。也可能大家就唔知，因為像學膨那個人要，人家是煮水草而居，你們是煮花蜜而居。係啊，剛才跳水生有講嘛，我上個牛眼法，牛眼法佢當然是4月份，所以佢認為可以開發，佢開發人可以20年前，你修摩通是修摩通。哈。但當月份佢修會通啊，佢發是可以摸向用嘛。你當年份係發開就掠，個一當年會發是摸咧，啱啲有會拌碰咗變到掠會。咁一隻碰上哦，長到40公斤啊！喊我啱啲外地該天要在天黑的時候養做一半，該佢照身體話，佢碰咗叫佢背出去哦，因為就該硬不跳佢背，佢轉到時養做一半，冇意思少啲動作。碰嘅就會潛到冇卡。嗰時候其實也真係係動重勞力密集嘅一個工作，唔過就係因為有家條嘅辛苦，總有啱好嘅產品做得分享俾大家。嗰時候係講大家想要了解呀，碰嘅產品還有碰嘅家條嘅生種嘅方式，做得許多準備去請王太哥哦。今日什麼王太哥？謝謝。咩什麼電視機調前觀眾朋友嘅收看休息，下聽下來做運動哦。